由旅遊局主辦、中國澳門汽車總會協辦嘅第71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國際汽聯 F1 世界盃冠軍車及車手裝備特展，今日喺澳門大賽車博物館揭幕。紀念全球首創嘅 F1 世界盃喺澳門舉行，藉此傳承大賽車文化，促進旅遊加體育融合發展。國際汽車聯合會主席穆罕默德本蘇拉耶姆、旅遊局局長文綺華、體育局局長張子軒及中國澳門汽車總會大會主席鍾國榮主持特展揭幕儀式。儀式上，旅遊局向國際汽車聯合會主席致送紀念品。國際汽車聯合會主席穆罕默德本蘇拉耶姆於澳門大賽車博物館嘅嘉賓名冊上題詞留名。展品包括由國際汽車聯合會捐贈嘅首屆澳門格蘭披治大賽國際汽聯 F1 世界盃冠軍車手烏高卓古嘅專業裝備、頭盔、賽車服、手套及鞋。此外，烏高卓古嘅冠軍戰車亦同場展出，展期由即日起至本年8月4日。